話咁快就嚟到第22課啦，即係 infectious disease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 pathogen 病原體有4種常問㗎 ，virus 病毒、bacteria 細菌、fungi 真菌同埋 protists 原生生物。唔同病有唔同嘅成因而起，亦都有唔同嘅影響，你要記得啦。有咩 transmission routes 咧，即係傳播途徑同埋 preventive measure， 你都係要考㗎。然之後就係治療細菌嘅一種藥物啦，又名 antibiotics， 即係抗生素。抗生素嘅實驗你要知啦，佢嘅成分你要知啦，同埋佢點樣影響隻細菌咧，你都係要記得㗎。跟住就係第23課啦 ，non-infectious disease 非傳染病啦，集中考3大嘅疾病，第一個係 cancer 癌症啦，第二個係 heart disease 心臟病啦，最後一個咧就係 diabetes 就係糖尿病啦。你要記得佢嘅病因啦、成因啦，有咩 risk factor 高風險嘅因素都會導致，同埋點樣 treatment 點樣治療嚇。最後一課就係第4課，即係 body defense 身體嘅防禦機制。你要知道咩叫 non-specific defense mechanism， 即係非特異嘅防禦機制。有咩例子？第一、第二道防線係點咧？咩叫發炎、紅腫、熱痛咧？你要知嘅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嘅 specific defense mechanism， 即係特異性嘅防禦機制。咩叫 B cell？ 咩叫 T cell？ 咩叫 memory cell？ 即係記憶細胞。疫苗嘅原理又係點樣咧？何謂 active？ 何謂 passive？ 主動免疫同被動免疫到底係點樣分？亦都係會常問你㗎。